我哋已經深入了解，令到生命圓滿嘅終極契機係喺精神死亡嘅階段掌握根本光明嘅現前。然而，一旦我哋因為定力同覺知不足，錯失咗認出呢一片生命本源光明嘅機會，我哋嘅意識就會被慣性同業力所推動，離開解脫嘅門檻。此時，生命進入一個充滿幻象、極度唔確定嘅過渡階段。呢個就係我哋嘗試講嘅中陰身。跟住落嚟，我哋將詳細了解點樣喺呢一段介於死亡與投胎之間嘅旅程中，保持清明與主導權。中陰係意識離開身體之後，喺三界嘅範疇內，前往六道目的地之間所經歷嘅轉機時刻。中陰身嘅選擇同埋業力，將決定佢喺三界中下一站係邊一度。三界指所有眾生輪迴嘅空間總體，呢個係我哋所有生命經歷嘅宏觀世界。六道係三界內眾生根據業力所投生嘅六種生命形態，呢個係我哋輪迴嘅目的地。中陰則係死亡到下一次投胎之間嘅過渡階段。中陰身嘅狀態充滿幻象，呢個時候眾生會根據生前所做嘅業力，被強烈地吸引向六道中嘅某一道。我哋可以想象，活着嘅肉體係粗重且受限嘅容器，而中陰身則係極為精微、敏銳且充滿幻象嘅意念之身。佢徹底暴露喺自身嘅業力磁場之中。中陰身嘅記憶與狀態基本可以維持49日，前20幾日可能仲保有上輩嘅記憶與模樣，過咗約20日之後，隨時間同自身業力產生變化，灰影般嘅靈體會慢慢轉換到下一世嘅模樣。亦即係呢一段時間，我哋嘅靈體會有所謂嘅神通力。喺中陰身階段，業力就係主導投胎去向嘅唯一推手。喺混亂嘅中陰狀態中，呢一股引力會驅使你嘅意識去尋找同你業力磁場最為相應嘅下一站。基本上，業力直接決定咗我哋中陰身嘅視野同選擇，將其意識導向三界中六道輪迴嘅特定目的地。然而，我哋亦都可以透過中陰解脫法嚟把握當下，開始為中陰身提供清明與解脫嘅機會。一、禪定方法：生前收集靜定累積嘅禪定功夫。作用：禪定可訓練心靈嘅穩定力同專注力。呢份力量能夠確保當意識進入中陰身，面臨幻象同強大業力嘅時候，心不散亂，不被恐懼拉走。有禪定基礎嘅人，先至有機會喺根本光明現前時保持覺知並安住於其中。二、聽聞方法：喺臨終同斷氣後嘅49日內，持續為亡者念誦聽聞解脫法門。作用：中陰身雖然冇肉體，但係聽覺極為敏銳。透過持續聽聞，能夠提醒中陰身你已死亡，並引導佢憶念菩薩，放下執着，喺混沌中揾到明確嘅光明出口，避免被業力牽引至惡道。三、真言貼身方法：將具有強大加持力嘅真言或者經文貼身放置於亡者身邊或者大體上。作用：真言係菩薩嘅願力總集，能夠清淨亡者身邊嘅磁場同業力，為中陰身提供強大嘅保護與加持。呢個係一種借助外力幫助其意識喺極度混亂嘅狀態下獲得暫時嘅安定與清淨。所以中陰身雖然處於業力影響下，但並非完全無助。呢個時候，我哋嘅意識可以透過強烈嘅意念同心念，主動把握以下三種強大力量，引導自己投身到更好嘅去處。一、佛力，連線佛菩薩，得到護航。二、發願力，立志投胎好地方，啟動福報。三、懺悔力，正除業障，唔俾風動拉走。即使身處中陰，只要能夠運用佛力嘅依靠、發願力嘅決心以及懺悔力嘅清淨，我哋就能主動影響下一世嘅投生方向，為自己創造一個更美好嘅開始。鍾意我哋頻道，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